這一般堅固，朝夕盼望，年月風霜都經過，仍然屹立，沒變改。誰將耶穌能像春風溫暖，排除雨露，能解心中乾渴，洗清每段愁困。似夜靜看星閃，在悠悠長空裏，照明了着去路。耶穌就是那聖燈，自冷夜紅路的火，像紅火暖，原是他的手最